螳螂的闽南语要怎么说？在经过热烈的讨论以后，我们来公布点赞排名前5名。第5名，虎骨。第4名，乌姑七。第3名，超情。第2名，董萌是这样念吧？在公布第1名之前呢，还有一些朋友说应该叫假魔屌还是假魔搞，是这样念吗？因为螳螂会吃头发所以这么叫。然后有朋友发出了一张文献，他说应该要叫做超搞。好，现在来公布第1名，排名第1的是嘎抓。哎呦我的妈！各位亲爱的乡亲兄弟姊妹啊，螳螂不是蟑螂。